来看这个婚林烤鹅滨海艺术季正式来点灯了，有展出5大区的花灯艺术，讲真水。 婚林馆新区卡堡文创协会举办2022烤鹅滨海艺术季，伫22号暗时正式点灯，伫社区附近展出5大区色的花灯艺术。 很不错啊，乡下这样子哈，可以增加乡下一些人的那个趣味。我最喜欢就是伞啊，因为伞有那个灯很漂亮，可以在那边看花灯。我好想再来一次。 主府灯区花灯拢是台湾灯会副灯，艺术灯区是主办单位邀请艺术家创作作品，嘛结合烤鹅的在地故事。然后加上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。 什么呢？我想说，借此机会再召集一些艺术家来呈现。烤鹅滨海艺术季登记到7月31，欢迎乡亲做伙来参加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